么长路过？妻子了，可多年都没上了。这年的咋个过？一两说第几个？咋个？这么路面呢？可是那必须的，那来心里的嘛的啊。嘿，那么说第几个的？俺们弄地里边的。你们家住？这么累？咋个？哎呀，你咋的老嘛？不是热牛的啊，现在都要把几代家没咋打用了，可大嘿！现在里头的用，这么路用别让那打啊，阿妈莫嘿！那边那打用的，他去就用的，他，你怎么他不？哎呀，用着，妈他，啊吃。咋个？已经没人没养的养了，用干别会可大我弄吧呢？咋个弄呢？就你看没看弄过？啊，这那么贴吧的，那problem 的他那么贴嘛的，啊，这俺们家路里没贴的，我可大呢。那这木真几百个人，哎，木真几百个人弄，痛苦。啊，这不二样了我不，木真现在天一下去做康考吃康考的那个，你把咋别就弄嘛？他一那么啥弄嘛的啊？那什么啥了这个？那这咋就弄？啥弄？那就那这路啊，看子了。那就那还在爬黑。哎，黑的，看子了。这了。他这你给我去讲过过，我讲过了。哎，这你啊，好，啊，虽然一两个什么是做的，哎，这地里就是好了，这地嘞，这水，这车子，这木哎，一个一来看我吧，一把人家来呀，哎，慢慢贴，怎么拿来去？都看不着，俺们家人，俺们家里有什么的，说当那个时说这下俺得拍，哎，我这些呢，因为那气，那个气摊白光嘛，一点没得，那没真是来的啊，我也没什么黑洞，吃菜都这么菜，吃俺娘家的妈，黑洞不能吃，谢多条吧，那不别可打，不是，黑洞弄皮菜一点。不是一个阿公嘛不懂啊，阿一斤弄错地当那吧，弄皮些一本说吧嘛，那么这的啊，那边那这个太阳姐姐有没有啊？那边啦都米苦吃了，好的，那他啦都没吃了，啊，好，吃饭了，这鸡没呀，别不如，一起干个，我可都没好白，那去了，那嘛个，爸，看啦呀，你都这太阳你见那个别个，都干个那嘛的，这个太阳没来好，你不，那边啦都，看见了地了，地了，那在说你，你看，喂，阿婆，提着啥去吧嘛？是啊，这下的太阳，那边没呀，别的。我可白就那白就，很那，看我嘛样呗，啊我弄起来，啊没来了的，啊没过来没，啊那怎么打算弄？好，这个太阳来好，这个，哎，啊没过来，人家就那啊干啦，那错了，那那别人说本，那他不啊那边去了，啊，没挖过，哇，啊别人懂了，吃不他就用干别把人卖的，啊别人懂了，啊，现在多弄里头，啊别人碰到了，干吧？就没有人，啊对，一打这来参加过嘛，啊，上那个生意人的，今年到参加过嘛，这啥方面提不动不你基本上都卖的，参加过，上那个。这俺得。